今日嘅助詞係那，相應嘅漢字未確認。那第五聲調，表示感嘆、驚訝嘅意思。郭老師喺呢臨文入邊咧有收錄呢個單詞，認為佢係有兩個助詞合併聲音而成嘅。我哋先睇一個例子。我唔係10年前個玫瑰啊，佢喺上年過咗身啊。我係佢個女杜鵑。咁大個女啦，嚟俾細佬抱下先。呢度咁大個女乸，可以認為一個乸係啦合併而成嘅。我哋講咁大個女啦係相通嘅，都係表示驚訝。10年冇見，同事個女都已經咁大個啦。再睇多一個例子。又嚟啦？係啊，我心又跳，我把劍又嘟啦。呢度咧又嚟啦，呢個嚟變咗音，發咗第二聲調。又嚟啦亦係相通嘅，都係表示驚訝。跟住睇第三個例子。你將呢3本經收埋喺麗春院，跟住出嚟見到陳近南，我跟手就攞翻啦。攞咗啦，好咯。呢個例子就冇合併嘅，攞咗啦如果將佢快進少少，可以聽到啊，攞咗啦。咁呢個啦咧，你睇星爺個嘴型咧，佢兩個音嘅發音係完全發咗出嚟嘅，係完全尤其係後邊個係完全分開咗係發出嚟嘅。所以呢個就係證明咗呢個啦係可以合成為冷呢個助詞嘅。一共只有3個例子，就是大家先感受一下。